其实论前面有讲到离言真如，迄个离言，迄个真如就讲离开言语讲自性。其实你自性你哪有用言语讲？本来就不将物件，哪有用言语讲？后面的语言讲是，咱只用着足侪言语来讲着自性。像我现在讲自性，要讲佛性，要讲空性，只有嗰啲言语内底。但是言语内底咧讲自性，迄种是一个名称，就参像我放心说，我本来这个帮做是中央说，这不是这人啦吼，咱而家讲，迄名换啊什么换几十个，一个人换几十个名，我今日咱就道歉道了，咱换3个、3、4个啦。道歉，那这熟悉的呀，就你也在就你就完了呀，对不对哈？我即嘛就是讲，这个的语言，语文来讲你的事情，语文来讲你的，这种是一种方便说，方便的案例所以这个语言发展，这个言语这个育婴是一种的吸的道理。你要安住真心，安住自主才能安住，无主自主才能安，无主而是才能安住了吼。你想要行心，不行而行，那是行福。你是加上了一个安住真心的方法。你若要安住一个真心的方法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叫做不出现。你都无从任用出，因为这个困，因为这如果你任何困的时阵，你就要想着讲，我要困落去，安尼困得去个，困袂去个，真是个啊！你困到错困到起困落啊，你真係想着講我要困落去，這真是個，咁我就困落去，安尼條啦吼。所以你都甲加一個方法落去，其實迄並無自由啦吼。所以，那安尼當中呢？咱的真心的安住，梦想的幸福，釋迦牟尼在日常生活當中啦，用講穿衣不着衣，穿衫，我穿衫，我無着我穿件衫俗，我食飯我無食一個飯俗，出入往返，行住坐臥，攏無執着，這也是真正我的真心去操動啦吼。所以这个内底当中呢，叫做妄心不起，妄心自然的幸福啊！这段话当中，应该就是咧讲到着迄个真心，迄个实性。我用着这个物件，我去甲解说，我即马解说着一个较紧恁听话，直接恁听话。今日咱又要到内底，啦吼。内底当中拢无开花以前，内底叫黑暗，对不对？现在黑暗伊你无开花，安尼吼。但是你有开花了会红咩？会开了会红，对不对？是安怎有开了你会红？因为你的真如本性，徛你的地位徛，安尼你就安住你的本性。但是你的真如本性若无做主，你的妄心咧做主，安尼安全好势咧。所以伊来讲，应如是主，应如是行的医生。即句话而且，应如是主，应如是行的医生。你要问我安住你的心，行回的心，我就用着你如是本性，你的自性，若来做主。你的妄心就行无好势，你的自性若要来做主，你用妄心去做代志，安尼行无会好势呗？行无会好势，足简单的道理。是咱的自性无当做主，因为咱的妄心、咱的执着、咱的是非、咱的对立，咱这物件开始，那个色强执着，咱的色作强，咱的地位作取用。所以无怪咱的自性，咱的主人袂当做主。所以咱这句讲，人在江湖，后边句人讲，心不由心不由己。你
你是哪不同你的主人，你自己的主人要做主，因为你自己的主人无啦，去互你的梦想甲你接有，所以佛陀讲，你要用着你的主人来做主，你要用着你的主人来行好其实，这句话简单这么讲。应该用着你的主人，成为你如佛，该是来爱护你的真心，用着如是，用着你的真主人来合乎你的梦想，那安就会行。咱来讲个地位，2公斤啊，本来就乌嘛，2公斤啊，本来就乌啊，但是我讲就是乌啊，一丢我讲起来，人生就是乌白嘛。啊！你丢落去，你人生就彩色的嘛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对不对？道理啦吼。啊，所以你才不要出位，不要出位。威严世尊，闻到了分。当然，不得讲到这个所在。说话在听过，怎样？讲威严，这个威严就是讲，咱中国的迄个是的意思，是的意思，威严的是的。按印度口气一直讲来嘛，是世尊印度话啦吼，威严世尊印度话所讲，是的，是真。当然我们是的，天人慈悲，这个意思。愿乐用文，而愿乐用文啊，那里经典，这个乐一个开始就讲，安尼啦。我真愿意听，真欢喜听。哦，这句话差不多安尼。我都真愿意，因为我问你这两个问题，我都无足了解。希望你第3分、第4分，你会当解说较清楚。愿乐用文，愿乐用文，就是我愿意的继续听。这句话就是讲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时间就已经到，咱今日呢，我讲到第2分，这是结束。通过不合适，咱们都注意了哈，对吧？最后各位大家先尽力吧，好，谢谢。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大为公，敦道为公，地方向无极老母先3鞠躬与前大为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公，感谢地方慈悲公，敦道为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公，感谢地方慈悲公。持将向无极老母先3鞠躬与前大为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将前人鞠躬，众将父前人鞠躬，众将地文师鞠躬，敦道为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将前人鞠躬，众将父前人鞠躬，众将地文师鞠躬。Kamun, kamun, kanan, kanan.